多谢众人来关心这个保单的代志。依照金管会统计，到今年5月16为止，业者承保250万件这个防疫保单，收入超过19亿的保费。不过理赔金额已经超过18亿，估计5月底这个保费就会赔了。某业者即马已经拒绝中福投保，也是咧防疫投保中福的，伊拢拒绝。甚至听讲，较真的个案带做的亲人，你若住满3剂，有住3剂以上者，会着住3档过去，只要你若经3加4的期间隔离，都无要赔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伫面前强调讲，无论是不是有中福投保，只要已经核保符合条件，一定摕到理赔金。防疫险的保单有够乱，民进党立委顶的保险公司甲负责监管的金管会，保险公司哦有够无天良的，要赔百姓吼，伫遐有诶无诶啦。金管会阁无替百姓想，阁替保险公司想，这实在有够恶质的恶质啦。你是监督管理机构，你们不是保险公司的维士。金管会统计到今年5月16为止，业者承保250万7千件防疫保单，保费收入19亿，不过理赔金额有18亿，估计保费到5月底就会赔了。即卖有保险公司拒绝中福投保，佮听讲较真个案带做伙亲人若是有注3剂疫苗，期间隔离选择3加4都无要赔。理赔条件到底是谁来认定？符合理赔条件的定义是什么？原来理赔条件都是由保险公司来定义的，一日3变。这个理赔条件原来是浮动式的，要求说人家还要去看你的小黄卡到底你有没有住3剂，这是不对的。只要他3加4确定，然后卫生主管机关他也开立隔离证明，保险公司就应该依照这部分去做一个理赔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，无论是中福投保已经核保，都爱赔0加7，保护自选3加4防疫险嘛爱赔。强调讲，只要符合规定，钱一定摕到。这种是需要院长出来才有办法做得到，不是本来就该如此吗？已经完整承保，你不能事后再跟他说退保费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个是我们昨天已经有要求业者一定要依照这个规定去办理。金管会强调讲，产险工会这样研究会要求将理赔条件定好清楚，保障保护的权益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